哎呀，才几天没见，你进步真的很大，我的好妹妹。作为你的亲姐姐，我是不是应该为你做点什么呀？难道你之前所做的一切还不够吗？你为什么要让爸爸来威胁我？没有什么为什么，没有用的棋子就要尽快清理掉，不然它会成为成功道路上的绊脚石。现在你就是这个绊脚石，但是如果你现在愿意带着妈妈远走高飞，彻底消失，我可以考虑重新放你一马。不可能，我爱西城，不管发生些什么，我都不会再离开他。那如果是顾西城自己不要你了，讨厌你、害怕你怎么办？你为什么要这么逼我呢？是你在逼我。当初我们怎么说的，你不会不记得了吧？现在是你勾引我男人，你还要质问我，你到底要不要脸？除了让我离开顾西城以外，不管提任何条件，我都会尽力满足你的。你能给我什么呀？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属于我的。满足我？我现在最想你满足我的就是立刻去死。你能满足我吗？你就让我去死？贺锦熙，我们两个从小就分开了，长大之后第一次见面就开始威胁我，用妈妈的命来威胁我，逼我替你嫁到顾家。我是你妹妹，可是你什么时候顾及过我的感受啊？嫁进顾家之后，你让我做什么，我全都做了，可是结果呢？顾城他不爱你，今天这一切不都是你自己一手造成的吗？苏妍希，我真的是小看你了，你居然可以把这一切说得这么顺理成章。你给我听好了，顾西城他之所以爱你，是因为你叫贺锦熙，而真正的贺锦熙是我。你疯了！站住！既然你这么有自信，那到时候我把那份 DNA 检测报告给顾西城的时候，你应该不会过来求我吧？这些真的是你自己一手策划的？对呀，那又怎么样？这只是刚刚开始而已。而且一开始我就改变主意了。我现在决定，就算你现在愿意放弃顾西城，我也不会放过你。